镜头刷转来台湾，来看这个法务部公布的资料。最近6年来，刑案的总件数虽然有减少，但是女性犯罪比例增加了。为什么呢？有4位导演串联着女性犯罪故事，甲拍做电影，探讨原因。 因为她亲手杀了丈夫，向警方投案。大大小小的伤口是被太太拿蝴蝶刀刺出来的。女性犯罪事件大摆发生，总是会惊到人，背后是啥物原因？台湾4位导演下派路杨哲、李义辉、吴丹琪，要透过4段以女性犯罪做主题底片，变做电影，带观众做回来探讨。希望大家看到他，可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理解，就是我们不要在第一时间对一个女性的标签那么快的下一个定论。根据法务部统计，女性犯罪嫌疑人比例自17.6%，增加到108年的19.17%。女性犯罪事件一直增加。4位导演嘛，透过电影调查自身经验，刻画出4段剧本，包括家庭暴力、哄骗感情，即嘛上行的直播等等的题材，嘛是台湾较罕见的分段式电影。现在大家都更习惯看短的内容，所以其实用短的形式去讲故事，然后有效率的讲，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情。目前电影要来准备，等来找主角。 嘛，希望透过女性犯罪题材，让大家会使思考，而且会使多关怀，减少家庭社会的犯罪事件。